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聽日喺挪威舉行，獲邀出席嘅內地維權人士被限制出境，電話亦都被停機。而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佢嘅細佬劉曉軒就話，佢亦都未能夠聯絡到劉霞。駐北京記者何文文報導。2個月前，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中國在囚異見人士劉曉波獲得和平獎之後，劉曉波住嘅屋苑外面就一直有便衣駐守，唔俾記者入去。我哋多次聯絡劉曉波嘅太太劉霞，佢嘅手機同屋企電話都冇人聽，而佢住嘅單位就拉埋窗簾，唔知佢而家係咪仲住喺裏邊。劉曉波嘅弟弟劉曉軒雖然可以聽電話，但就話唔方便講説話。我現在不能接受採訪，對不起啊。諾貝爾那個頒獎之後才可以恢復正常，是嗎？應該是吧。現在感覺怎麼樣？沒感覺。跟劉霞有聯絡嗎？聯絡不上，現在家人都聯絡不上。之前一直有同記者接觸開嘅劉霞，自從10月中開始，外界已經聯絡唔到佢，而佢一直有上去留言同埋更新自己狀態嘅社交網站，亦都唔見佢嘅蹤影。劉霞之前曾經透過公開信邀請劉曉波兩位代表律師莫少平同尚寶君出席頒獎禮，但而家外界亦都冇辦法聯絡到佢哋。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何文文報導。新華社喺頒獎禮舉行前夕發英文稿批評劉曉波顛覆中國政權，而美國眾議院就通過決議促請中國釋放劉曉波，同埋停止審查佢得獎嘅報導。新華社星期3晚以英文發表評論，再次批評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頒獎俾劉曉波係企圖令中國蒙羞，目的旨在希望中國演變成西方政治體制。文章認為，委員會嘅做法違反諾貝爾設立和平獎，表揚促進民族團結、為和平作最大貢獻嘅原意。評論又指西方國家不斷借劉曉波獲獎，鼓吹反華言論。另一方面，美國眾議院就以402票對1票，絕大比數通過決議，祝賀正喺內地服刑嘅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表揚佢致力推動中國嘅民主改革。決議亦都促請北京釋放劉曉波同埋佢太太劉霞，指內地當局嘅做法係觸犯人權，並停止審查有關劉曉波得獎嘅報導。至於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皮拉伊將會喺星期5嘅世界人權日，亦即係和平獎頒獎禮嘅同一日發表演說，呼籲各國政府釋放所有因為和平行使基本權利、維護民主同埋人權而被囚禁嘅人士。無線電視記者曾巧珠報道。美籍華裔小提琴家張萬君將會喺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演奏。佢話曾經擔心因為無法再踏足中國而考慮婉拒演奏。和平獎頒獎禮舉行在即，在囚異見人士劉曉波雖然未能夠親自到場，但係美籍華裔小提琴家張萬君到時將會以一曲中國人耳熟能詳嘅《茉莉花》送上祝福。I know for a fact that there are many Chinese people, even those in the government, who are quite proud that this is the first native Chinese to win a Nobel Prize. I also know that in many circles, there is much pride there. And for me, that was one of the reasons I decided to go ahead and play this award ceremony, because I think this could possibly be the start of change. 張萬君話：曾經因為擔心以後唔能夠再踏足中國，同埋影響到身在內地嘅家人，考慮係咪接受邀請。但佢最後都得到親人支持，決定出席。I will be not permitted to go visit China at all, to play or to teach, and that would be, I think, be a big loss. 除咗茉莉花之外，張萬君亦都會喺頒獎禮上面演奏彩雲追月，希望表達劉曉波兩夫婦對彼此嘅愛同埋思念。而挪威女演員就喺典禮上面朗讀劉曉波嘅文章，外界相信係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亦都已經決定喺頒獎禮上面留出一張空凳俾劉曉波，象徵未能夠出席嘅劉曉波亦都有份參與。The empty chair and the absence of the laureate is the strongest possible argument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se people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而大約150個喺海外嘅中國異見人士陸續抵達奧斯陸，準備出席頒獎禮。無線電視記者曾巧珠報道。